台湾好天年，相信大家对即句母语转去厝家己学就好，无青分。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，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，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，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扩散等等，小连续的末世苦毒加在，终其尾台湾是交托伫属台湾心的人来固守。对外，咱台湾人无辜负世界的愿望，无漏气，头担会起来。对内，咱成功大学开办20档的台文所，嘛伫2020年交托予蒋义文教授做所长，是咱台湾意识、台湾话新局势的好天年。一个国家的民族意识建立伫伊的语言、文化、历史顶面，欠缺一项拢袂使。搁台湾有保留古南岛民族丰富的古语特征，即款软势，搁无法度趁大钱的语言文化经济，的确互疏忽。毋过，一旦开喙讲话，却是上紧的分辨系统。所以，咱着用心经营即款无污染、阁袂破坏环境的语言投资。日本人讲日语，越南人讲越南语，台湾人讲啥物语？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仁贵伫2011年著作《台湾南岛民族的族群甲迁徙》，明确讲，南岛语言是多音节语音系统的语言，要用国人惯用的注音符号来书写记录南岛语言，上大的缺点是无正确，无法度分辨重要的语音差异。当然，符号无够用，系统嘛是一个大问题。注音符号敢若适合书写音节结构简单的单音语言，像汉语。注音符号极无适合用来书写台湾的南岛语，包括台语。那安尼，用啥写上适合？罗马字书写上适合，超过汉字也是较难。注音符号是国民党占领台湾以后，禁止咱使用罗马字，才另外新创的符号。注音符号甲汉字这两领衫，毋仅对台语无下输，搁乌白创符号只是增加无方便，拍字困难，印刷麻烦尔。对长期教育来讲，使用罗马字来书写台语，甚至南岛语的优点，绝对较赢面的。因为一，记音上正确；二，符号上少，台语23音尔；三，印刷方便；四，书店编排上方便；五，抄找资料上紧。罗马字是400年前欧洲人来台湾使用的字，荷兰人甲希腊雅拼音书写家己的母语，搁沿用写翻仔客，甚至日语发现的民俗台湾，嘛搁有保留使用。颠倒清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南岛歌词，无人会晓唱，嘛毋知意思，搁毋知意思。母语教育实行已经20档，
是安怎无啥物有效诶改善甲成果？关键伫因遮诶人拢是读统治者诶汉语大汉诶，因独尊汉字，排斥异己，搁对母语实行变鬼变怪、恐吓、煽动、抹黑，不时咧早本土语诶骹筋，因为因含落伫第一代勉强代、第二代稳定代、第三代自然代诶洗脑教育落网，互囡仔出世自然认为家己诶母语是华语诶族群消灭计划中。讲母语是基本诶人权，是家庭亲密诶对话，延续家族香火诶工具，是台湾土地本有袂当互代替诶语言。起造对母语诶环境，逐人拢有责任。母语环境做伙甜，牵教学老教囝儿，听讲读写爱坚持，日常使用进步紧，语言文化拢重视，母语资产趁大钱，启动台湾好天年，徛起世界诶地位。